今日咧介紹金剛靜坐。金剛靜坐咧就要求兩膝屈曲，下跪貼地，個腳背咧又要貼地嘅，臀部坐落去喺個腳踭上面，頭頂腰直，身體放鬆，眼望前方，兩隻手咧放喺大腿上面。我哋開頭做咧可以做1分鐘、2分鐘，或者5分鐘以上。咁做呢個動作有咩好處咧？可以咧有利消化啦、健脾胃啦，改善我哋嘅體態啦，同埋脊椎嘅健康啦，又防止跌倒同埋增強呢個關節嘅柔韌度，又可以舒解腰痛、經痛。另外又可以咧有助我哋嘅有助睡眠。尤其是係冬天嘅時候咧，我哋手腳冰冷就難以入睡。咁做呢個動作咧，就可以咧使到血液循環，腳部溫暖，容易入睡。如果中意耍太極嘅朋友咧，長期做呢個動作咧，就可以令到我哋身體放鬆，頭頂腰直。好啦，今日咧就介紹到呢度。